尖沙咀一直以嚟係香港最繁盛嘅商業零售核心地帶。Three Grandview Circuit 正坐落於尖沙咀黃金地段，係一座罕有全新甲級、坐擁維港海景嘅商鋪及商業項目。位處核心商圈樞紐，人流暢旺，交通網絡完善，周邊巴士及小巴路線密布，步行僅5分鐘直達港鐵尖沙咀站及尖東站，5分鐘車程即可直達西九高鐵站、西九文化區及九龍站機場快線。無論穿梭全港、連接內地或通往全球各地，均高效便捷。大廈坐北向南，面向維港壯闊海景。外觀設計簡約流暢、時尚高雅，採用全玻璃幕牆，選用高清、超白雙層中空隔熱玻璃，完美融合實用性與建築美學，打造尖沙咀全新商鋪及商業地標。大廈每一處細節及配套盡顯心思，步入入口大堂，高雅雲石與時尚裝飾互相輝映，而且配備4部高效智慧升降機。設有專屬客戶卡系統，可直達指定樓層，既提升人流運轉效率，亦確保高度私隱，大幅增強餐飲、零售、商鋪及各類行業嘅營運靈活性與效率。大廈由地面至27樓，全數為商鋪用途，適合各行各業。樓層採用一梯一伙設計，每層面積逾2200平方尺，間隔方正，樓底高達12至16尺，靈活實用。每層設有獨立空調系統，可24小時獨立運作，配備專屬來去水、獨立洗手間，煤氣供應5000帕樓板承重，並預留高速光纖網絡建置，適合不同行業、餐飲、零售、會所或寫字樓之用，兼可7日乘24小時運作。每層享有不同景觀，包括繁華城市景致與維多利亞港日夜壯麗景色。部分單位更附設特色室外平台，為企業與顧客創造獨一無二嘅體驗空間。管理方面，特聘國際知名物業顧問第一太平戴維斯，提供24小時專業物業管理服務。Three Grandview Circuit 即將發售，歡迎預約參觀，把握難得機遇，成就非凡未來。